本人嘅議程前發言嘅題目係對接國策，做好澳門嘅3-5規劃，以投資於人，開創發展新局。今年係國家15規劃嘅開局之年，亦係澳門特區編制第3個5年發展規劃嘅重要節點。國家15規劃綱要為未來高質量發展繪畫咗清晰嘅藍圖，同時亦為港澳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指明咗方向。隨住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持續深化，以及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加快推進，澳門正迎來新嘅歷史發展機遇。如何把握國家嘅發展大勢，做好特區同國家之間15嘅規劃嘅銜接，開創澳門嘅發展新局，係澳門社會各界必須攜手推進嘅重要方向。今年全國政府工作報告裏面指出，投資於人嘅重要理念，強調係將人嘅發展同埋民生福祉作為政策嘅重點，透過教育、醫療、就業、社會保障等方面嘅投入，持續去提升人民嘅生活品質。呢啲措施都喺度推動緊社會嘅可持續發展，夯實中國式現代化基礎，同時引導澳門未來發展嘅方向。為此，本人有3點建議：一係以投資於人作為導向，夯實澳門長遠發展嘅人才基礎。喺制定第3個5年規劃嘅時候，澳門應該積極對接國家15規劃相關部署，將投資於人作為重要嘅發展方向。喺人才培養、技能提升、青年發展方面持續加強投入，完善職業培訓同埋人才培育機制，為經濟適度多元發展提供穩固而持續嘅人才支撐。二、加速推動教育、科技同埋人才嘅協同發展，提升區域創新能力。國家15規劃提出咗一體式推進教育、科技同埋人才嘅發展，為澳門提供咗清晰嘅方向。建議依託本澳高等教育基礎同埋國際化嘅優勢，加強同灣區城市喺科研合作、技術轉化同埋人才培養方面協同發展，推動產學研深度融合。同時，善用深合區嘅平台優勢，打造更加具吸引力嘅創新同埋人才交流嘅環境，加速建設國際高端人才集聚平台。三、堅持凝聚社會合力，提升治理效能，推動規劃嘅落實。行政主導係基本法確立嘅核心原則，特區發展亦牢牢把握住同唱一台戲嘅要義。只有政府、立法機關同埋社會各界形成咗良好互動同嘅合力，凝聚社會共識，先至能夠更好推動各項政策落地。面向未來，澳門既要把握國家15規劃帶嚟嘅重要機遇，亦要立足自身嘅定位，喺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嘅裏面持續提升自身競爭力。透過社會各界同心協力，推動科教人才協同發展，以投資於人嘅為導向，為澳門開創更加穩健而可持續嘅發展嘅新篇章。多謝。